原来看到又有一间垦丁的饭店，互反伊拍卖，这是卖裤的大王。2年前落南到垦丁开第3间的鸟仔收饭店，也毋过即马传讲要收起来的消息，饭店的产权可能互反伊拍卖。经技术反伊拍卖处的公告，屏东电反伊会伫咧10月初3头一届拍卖，地标的价值是1亿2668万。大门关起来，顶会搭真侪纳钱的单仔。位内底看涂骹拢是粪扫，规个乱糟糟。本来应该还有真侪游客垦丁鸟收饭店，因为各种的原因，决定要收起来。想袂到即马佮传讲要互法院拍卖啊！去年这租约到期了啊，因为景气不好，然后我就没有承租了。寇大王用一句广告词，互因变甲真有名。毋若卖衫卖裤，因嘛有咧经营旅馆。毋过即马讲到家己的饭店，董事长杨正成无奈阁生气，因为2年前因去垦丁，甲茶城荷兰村休闲度假饭店改做鸟兽饭店来经营，嘛变做高雄中华馆7仙馆了后的第3间分店。想袂到游客人数伤少，厝头家阁因为进前这卖问题，互因决定卖个租啊。你那个饭店本来就负债累累的，因为气很不好哈，那它经营也不善，所以我承租了我也亏一些钱啊。然后我去年就没有承租了，他现在就走法律的程，就法拍了嘛。屏东地方法院10月初3会执行第1届拍卖，底价是1亿2668万。虽望甲进前的介绍比起来，已经是拍8厘折啦。不过看过去的经验，这届卖出去的机会，恐惊也是真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